杨小燕摕到第54届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的光彩，特别请老母上台来分享伊的光荣。真侪人唔知讲张小燕的老母，也就是已经过身出名作家张爱玲的表小妹。张爱玲在生时，敢若一届来到台湾，特别和张小燕见面。伊的老母今年94岁，普通时佫真爱跳舞，互大家学了讲实在有够够。他也不愿意人家说我不好，但是我好的时候。 他也不希望我太骄傲，娘，谢谢你哦，不是。张小燕获颁终身成就奖，邀请伊的妈妈做伙来舞台顶接受专场的扑克声，这个场面感动真侪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呀。喜爱小燕。哎呦，说得好。母仔囝的感情真好，嘛，互人真感动。但是你敢知影，真少一个镜头前出现的张妈妈，家世是真厉害。伊的表姐就是已经过身有名的作家张爱玲。我妈妈，我外公，跟张爱玲的妈妈，是龙凤胎。张小燕的妈妈江家穗其实是出身上海大户人家，伊的表姐张爱玲为伊一摆来台湾的时阵，伊阁带着张小燕甲伊相见。虽然是表姐妹啊，但是个性自细汉都真无共。他说张爱玲在我们家的时候就一个人啊，就在那画画啊、写字。我妈就是在弄堂里啊，这个骑脚踏车啊，什么玩啊、溜冰啊。张妈妈的家世背景，惊到袂少网友，但是互人感觉阁较厉害，也阁有今年已经94岁的伊，同款是活60足，3工跳国标舞，3工拍牌。张小燕就捌伫咧面册顶讲，伊的妈妈逐工拢真无闲，90外岁啊，还阁咧跳国标舞，跳舞咧穿的衫是一领比一领阁较水。当年伫咧张妈妈90岁大寿的时阵，阁捌替妈妈来办一场主题国标的宴会。张妈妈毋但连续换骨力恤衫，苏有平甲吴奇隆阁牵着张妈妈行入场。这一回张妈妈穿一束桃黄色的礼服，真迷人出现伫咧金钟的舞台。少年的模样，阁再互外界赞声讲，乐观的人生态度真使人敬佩。爸爸，而且我答应你要把妈妈照顾得很漂亮，我做到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